欢迎真到现场，佢本日咧好空比不好同欢喜好，所以邀請到嘅 Misa 嚟到現場吼，同大家分享佢嘅音樂個。剛剛一開始吼，佢就有講到嘅吼，日報嘅其實發生當到無快樂啊，同唔好嘅災難啊，還唔好嘅事情啊，其實音樂吼就做得發揮佢清態嘅作用，清態嘅力量啦。所以剛下吼 Misa 有一開始老大家演唱嘅就係南風啊，還有剛下有咧行路難啊，吼。唐起嚟就係無向用風格咧，其實唔一下地度吼，全是地度沒有咧。唐起嚟動唱係充滿聲音嘅唐誒，就係搖籃搖。耶穌歌曲咩係有佢嘅故事吼，一開始先來唐一下，來演唱呀搖籃搖，等下再來唐嘅故事好嘛？阿公飲醉，左右諗，風音從前都見到富公公，阿婆個呀臉皮大。有男有有男有哇！大家做得安心水麼？因為搖籃搖吼，可能大家家有聽到喺水母嘅歌曲就搖搖籃曲看到啊。唔過我看到吼，入擺搖籃搖吼，入仲喺全新嘅特色吼，咩係有動到歌曲啲度，佢會像呀歌曲嘅故事。像呀，剛才一開始咧，就係後巴沒有啊，還有鬼呀，其實還有搭條歌曲都有自己嘅故事。不過我看到呀吼，就係呀搖籃搖嘅時節，係真正啲度有咧，自家創作嘅一類故事，阿公阿婆佢發生啲乜嘅事情咯，因為來寫搖籃搖咯。寫了條歌其實同去年嘅台北詩歌節有關係，就是詩歌節佢有請歌手老詩人，共下一場晚會，就是詩人就朗誦詩嘛，啊你歌手就唱歌誒，因為去年有一張主題很多社會議題，那就想講好，然後來寫到社會議題有關的歌曲，但係報名啊就測到講，哦，這種憤怒啊吶喊，那個實在不是我的風格。就覺得那個留給滅火器還是農村武裝青年去做就好誒。故說我就想講，給適合我自家嘅風色係乜嘅？我就想到很喜歡的作家，一些都會有一些黑色幽默的那種表現，或者是用一些隱喻、比喻。故說我寫了條歌曲啊，就會講，你嘅希望，你嘅夢想，你嘅聲音呢，就是我們很珍惜的東西，你愛留佢變到。搖籃啲度，愛動人嘅力量。佢開始嘅時節，他非常脆弱嘛，佢很細嘛，就愛動人嘅力量來保護佢、呵護他。但是等他長大了，等他度過那個黑夜之後，按不要過夜以後，等佢大嘅，佢會自家，他會非常強壯。我說。一歌曲開始就講吼，河巴打來睇水潮啊，阿公飲咗去做搖籃，但阿婆啊佢就啲安邊嘅時間，就臉皮大嘛，講呀臉皮大。真嘅係一日不卡年後，周青就有事情做，真嘅，因為就係4年誒，4號誒，紅牙誒，就係啲搖籃地度咩，佢就係需要大家嚟保護，當做嚟聽聽嘅安全咧，太嘅安全。
地度啊，青迷地方咩，迄也只故事，迄很本所有的拍压地度，听听诶，伫个束缚希望老梦想的你，了解释一下，蛮多人都拍压啦，安比亚就安比亚，蛮多人都拍压，然后白夜，也迄爱的一张日本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加了用的啦，觉得他有一本小说很多白夜行，白夜行，对于日本人来讲啊，白色的夜晚就会很勤奋，一直工作，然后没有办法合眼睡觉的夜晚。但是我老给加过了，两边用就会讲白夜是，你老到喺天光，但是其实很黑暗不呀，就会讲有月光啊，也係嘛个虚幻的萤火啊，就是照亮的原野。我测到讲，迄偏影诶。太偏移的冇错，就是你测到讲咧，他很当中太平盛世，嘛个事情一啲事情都冇，人系即个一啲关系都冇，但是其实现在是最黑的黑夜，因为这个太平盛世的是一个假象，黑偏移。假象就错嘅，不是就会都亮到时间，寒冬倾向，很清醒的在守护我们珍贵的东西的人，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。就迄抢夹着张地道，亚哈还没危机还没过，唔系大家上上的伊咧假象，哦亚哈太平盛世东好啊，安尼啊，伊咧亚哈可能伊咧耶稣歌曲，迄无看亚故事法，可能就会知道迄咧，动有感情，下本保护生命的一条歌曲听听，可能歌曲其实尤其迄亚纪念啊，甲他讲的就是沙菲的运动的动作的时间，其实看起来吼，听起来的时间，有知道亚故事的时间，真正大三年就有佢自家的感受，因为有动人就会知道，冇事情，我还喺存我的钱，我还喺生我的饭，我还喺行我的路，其实唔嘅路已经变咧，其实大家就会大家生命都会相关咧，冇讲。甲人因果无好，爱自家好就好。其实大家是共下嘅，大家是共鸣。尤其喺耶稣歌曲，喺谈耶种转型的时间，没冇乜个批判性，唔系讲自家行自家路唔好。老唔讲，其实唔系大家看到嘅安尼听听，有动到人就会行莫相用嘅路，希望大家就做得有莫相嘅想法，做得想看啊，骗人做乜个会安尼想。其实我只系想要回到一只基本动念事。对，很单纯的一个点就是，譬如讲啦，你哈不卡有声音的，你希望佢哋嘛该放进下，台，你喺想到自家亲重要嘅档你想要守护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讲，其实周围的环境都很重要。因为做唔得鬼神人就保护佢嘅，佢亲面喊喺爱台啊，喺佢自家去适应一只环境。你做唔得，爸爸妈妈喊喺阿公阿婆有冇？佢嘅摇篮，佢會到太多啲搖籃地度係冇可能，係冇，嗰種可能就係歌曲就有安尼力量，有無相用嘅故事，本大家無相用嘅想法反省，有冇？啲地度啊，還有一首歌曲啊，咩係哇！也係詩董蟲啊，董蟲喺咧，董蟲，一下起來，哇！你自己日記還日誌的感覺吼，也是歌曲吼喺天公之前，天公之前係乜嘢咧？就望天公，就係午暗廟嘛，係啊，動暗嘅時間。天公之前，大家就啲做乜嘢咯？你下也是歌曲，形容嘅情景，因為落等冇董蟲。其實有一年啊，差不多去年也係前年啦，有一年過年嘅時間啦，我轉北埔嘛。第烏卡公園，但係差唔多年初3日、年初4，我就即個愛先下去南埔，因為有老朋友鄉下就租一張店面，有賣一些小東西啊，嗰時候下去聽書，跟我就因為。春節的時候有那個什麼，好像幾點免收過路費，有管制，天満宮我就紅誒，就差不多4點人我就1上14餐我就上高速公路，比都上錢啦吼，上錢也較無差呀，係啊，較好勢係下腳，就是差不多200公里，轉去南埔，轉去台南，其實呢幾年下來啊，我1、3年親向書嘅時節就係1年視察啲路況，因為動點清，我做得想同多事情，我要做得乜嘢都冇想，就係因為我睇路況，有啦，因為啲路況嘅時節啦，
无伫做嘛个事情嘅状态底度，唔可以讲哎等一下，例如说我到达课堂，哎就要录样的啊，上等下要冲嘛个，错，就是哎喊啲录风嘅时间，哎做的嘛个都冇去上，哎呀做的上哎一家上爱上嘅任何东西，我说嗰档状态对我来讲係轻吃菜嘅，轻吃盐嘅。有拄好家聚会伫天公之前。因为有动多就会想法嘅东西冇办法讲出来，动多啲路风看到嘅风景，嗰首第二条歌嘅係一首演奏曲，我就开始嘅時間我就念幾旁白，後面佢就會一直用吉他、老嘅 double bass、低音大提琴，向下做嘅一隻演奏曲，就會鋪陳在路上看到嘅風景，都市啊，或者是田園的景色啊，或者是那種荒廢的廢墟嘅那種感覺，就用音樂來營造，就做個營造嗰隻氣氛，呢隻畫面。咩係唔似家己嘅視察嘅世界，就係靈感嘅，唔係靈感嘅，係安布斯條視察嘅世界有冇？就係感受到嘅、看到嘅就做嘅。大家係唔係流動啊？也可以唱起來從容冇？也是歌曲咧，喊做《天公之前》吼，啲收錄啲一種專輯裡都會第5條歌曲講，上喺糖道嘅人咧吼，就自家來買吼，買一種專輯咯吼，啲蔡路風一種專輯吼，也係啲哪做得買到咯？你啊，因為我做獨立嘅製作發行嘅關係啊，就是我冇像通路上去鋪貨，但係啲成品買得到，兩太價好好錢嘛，數點地度吼就做得買到吼，好，今日當分享吼做得邀請到 Misa 嚟到現場分享按道嘅歌曲，什麼？好，大家吼就係希望大家做得支持後堂嘅音樂，音樂真正有力量哦，做得改變人嘅心情，改變一個環境哦。好，今日就當感謝 Misa 帶來嘅音樂，等下咧也可以下大家就做得聽聽欣賞，向下來做運動了。